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共解放军透早宣布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伟大军演，国防部强烈谴责，嘛强调讲有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宜兰东沙乡一个渔民出海掠鱼，伫南方的渔港失踪，可能是跋落海里，经小海巡哥继续在找人。台北市保业工会甲真侪经媒体今仔伫三大报头版声明，呼吁社群平台爱护回来使用新闻，嘛应该赶紧立法来强制议价。来看中共解放军今仔透早宣布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演习，中国海警嘛头一届公布会设台湾一日。咱国国防部是强烈谴责，嘛表示讲会专程来监控中共的军舰动态，以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外国媒体是指出讲，中共这届的演习模拟封锁台湾的北部、南部港口，各国际航道。台海紧张情势搁升悬，中共10时透早突然宣布到底着海空三军、火箭军伫台海、台湾北部、南部、东部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演习。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全天候，它的实战氛围呢更加浓厚。共军以联合利剑2024比演习释放政治信号，反制总统赖清德相识国庆的新两国论。共军机人多方向挖进大岛，真侪军的兵种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精神，为港口防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出综合制权。由海警两库动摇。联合利剑演习结合无清楚地带冲突。中国海警第二执法头一摆公布4个编队反袭警设台一连，展现全台监控的能力。也毋过，咱国海巡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将压几啊只海警船驶过海峡中线。海巡甲国军联手专程监控，也公布宜兰南海巡人员监控中国海警103艦队的相片。国军传咧弹 E2K 无警机监控共军动态 ，F-16挂上先进中程飞弹，本时前飞弹紧急升空，顺应东部、东北部，无要互共军亲门大户。国防部要强调，加剧两岸紧张、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正是中共各项不理性的挑衅行动。观察共军挖3年300伟大演习，2022年美国总机议长佩洛西访台，共军飞弹飞过台湾的顶面，踏入日本经济海峡，相关区域局势紧张。今年赖总统5日空照节，共军演习联合利剑 A 返回限速，演练战前封锁。这摆联合利剑 B 更较紧速，演练作战封锁。建立防控线，可减首都防卫。外国媒体路透社指出，中共模拟封锁台湾北部、南部的港口，甲国际航道，阻止外国势力介入。记者综合报道。解放军宣布要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的军演，总统府早起嘛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指示相关的单位应用，嘛强调讲面对外部威胁，有信心、有能力来守护国家安全，请国民放心。陆委会嘛指出讲，中国方面无看到赖总统伫国庆演说的诚意，强烈谴责中国无理性的行为。中国军方搁一届宣布，伫台海附近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的军演。总统府透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陆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应用，强调面对外部的威胁，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全，请民众放心。总统早上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应处。宣布之后就开始进行演习，跟国际法规的相关的规范要有预告是不符合的。那另外用军力来威胁其他的国家。这个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也是相互违背的。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它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延长？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客观事实的存在，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坚持。陆委会指出，中国无咧向赖总统伫咧国庆演说提出的善意，都来批评这是无理性的行为。咱外交部批评中国是迫害区域和平稳定的人，称在咧起无空。
呼吁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Chinese are reckless,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if they mess with Taiwan, they'll m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ope that Xi Jinping hears that message because both for Taiwan and for ou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will not tolerate Chinese bullying. If you lie, your nose gets long, like Pinocchio. The Chinese lie all the time, and their promises are worth nothing. 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美国专家学者受到邀请来台湾参与陆委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因拢讲无希望看到中国军演，嘛认为讲中国想要吓惊台湾的人民，甲威胁民主的做法，效果会愈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宜兰的东山乡有一个渔民出海去掠鱼，昨下晡有法巡人员发现讲伊的渔船就停伫南方的渔港的北边，船顶无人，怀疑讲这渔民可能跋落海里，早起是搁继续在找人。直升机甲渔民的渔船伫南澳蚵仔港来去，因为一个东山乡姓简的渔民若像跋落海，海船甲渔民持续出海，希望赶紧找到人。两头你2点左右入港啦，你把市场有交易啊。哦，天光光的时候去找就找无啊，这天黑搁较免讲。这个姓简的渔民，伊的渔船成功好。昨日下晡去互巡逻的人员发现，船伫南澳蚵仔渔港北边北环的内底是停留上久。经过调查，发现船顶无人，联络家属打电话予这个姓简的渔民，嘛联络袂到。随伫港内开始找人，透暝找到呾，还是找无人。因若伫港内成功好，那像因为弄到岸边船破空，地属规只船全并去。并依照搜选优化系统，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目前仍未发现船长，和尽速寻获失踪之船长。海巡人员讲，专案接到通报了后，随派船舰甲无人机去搜救。伫南澳蚵仔附近，以陆海空扩大搜查，希望当赶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报案，讲有人向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的包厢卡油，佮呛讲因有请。警方调查发现，讲嫌犯是地方的乌道，佮同集中。后来伫南投民间一个工寮掠到一个姓吴的嫌犯，佮会调查讲有共犯，还是讲有其他的包厢嘛受害。警察夜前入去这间南投南麦工寮，掠到姓吴的嫌犯，也伫工寮内底抄到一堆枪甲枪支。2几比枪，3+3嘛是3+5是手，3+5是56颗子弹。这些枪拢是姓吴的嫌犯用来恐吓包厢的证据。刑事局今年5月中接到报案，有人用枪甲承包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的厂商恐吓，讲是家己伫南投集查水部环刷架防护工程，互伊标起利益受损，要求对方纳保护费。这个工程大概就是经济部水利署它有公告的那个集集南河堰附近的那个边坡的防护工程，得标的厂商以比较较低标得标之后，那个他假借名目说他妨碍他的利益，用这种名目去跟他恐吓。警方掌握相关证据了后，去掠人逮捕姓吴的嫌犯。警方表示，毋但是地方乌道，身躯也派几6项通缉。我们查获他当时是在那个南投地院跟地检。分别因为杀人跟毒品，总共3案通缉中。因为他这本身他在我们刑事局中打，总共有被因为扫黑制品，总共有5次的查获记录。姓吴的嫌犯甲警方讲，认为刷架防护甲通水路的公共工程利益较大，才会透过标案的公开资讯锁定被害包厢。警方审后，照违反枪炮枪支管制条例甲恐吓等罪嫌疑上检方侦办。也若敢也有其他公共工程包厢互恐吓，搁爱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无通过，谢国良今仔强调讲，伊会亲身打电话互发起罢免的团体，邀请因做伙讨论市政。这个团体嘛强调讲，有接到邀请一定会去，嘛望讲有将近7万张的罢免票，会当互市长有警觉。
今日市长贾国良罢免案结束，罢免案无过关，贾国良8日继续市政工作，佮一摆表态，会亲自打电话予发起罢免的地经案讨论市政。建筑团体回应，若有邀请绝对会到，不过也话声贾国良爱重视过去提出的市政问题，强调罢免同意票挖7万张，贾国良应该爱警觉。我希望能够在礼拜2下班前给戴先打个电话，看不知道他方不方便，或者传个讯息。那等戴先回国后，亲自的去拜访。如果今天市长邀请，我们绝对会到。那另一部分可能也是要问市长，就是我们过去所寄的所有市政信箱，他到底有没有收到啦？既然罢免案虽然已经结束啊，不过明年可能引起立委大罢免潮。林焕仪国民党团拍算伫组集选结束了后，尽速推动选罢法修法，要加减人数。不过民进党团批评，那也是恶修选罢法，等于是没收人民的权利。我们加严来做联署的时候，要提供身份证的影本，而不是说这个连死去的人啊都可以只要知道他身份证字号，都可以来这个参与联署。我们就联署形式上面确保这是由当事人所直接参与的，我们同意，我们也支持，应该要加严在整个联署上面程序。不管是在增加联署的难度，或是意图造成人民行使罢免权的更多困难，等同是要来没收人民珍贵的宪法赋权。民众党表态会支持联署加减。贾国良罢免案虽然无过关，不过调野立委伫修选罢法的基地上，佮出现回游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总统蔡英文伫落任了后，头一届访问欧洲，头一站是去捷克出席公元2000的论坛，甲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泽两个人有真侪互动。蔡英文今仔嘛伫论坛来发表演说，包括捷克总统帕维尔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拢会出席。伫卡布案会上，蔡英文甲捷克参议长韦德泽坐伫台下互动密切。韦德泽捌伫2020年拜访台湾，迄当时伫国内得到真大回响。蔡英文卸任了后头一摆出访，选伫捷克，会当知影大家之间真亲的关系。It's reassuring again this special relations, which I would say between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zech Republic. And as a small country, we also experienced a lot of bullying from big entities. Czech Republic supports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and Taiwan clearly is such a partner. 除了这之外，捷克总统帕维尔、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甲捌拜访台湾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拢会出席公元2000论坛，佮发表演说。这摆蔡英文去捷克拜访，捷克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吸到北京的敏感神经。Yeah, I think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demned the visit and warned Czechia basically of support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Czech Republic, they do not and have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country, as we know. But Czech Republic continues to have its own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eans that we actually do engage and we do have exchanges, economical culture with Taiwan. 蔡英文这摆访问捷克，彰显台湾甲捷克之间的友好情谊。未来几日也会出访法国甲比利时，为台湾伫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公司新闻刘晓婷采访报道。台北市报业工会甲真侪间媒体今仔伫三大报头版声明，呼吁讲为着改善新闻产业环境社群平台就爱付费来使用新闻，嘛应该赶紧立法来控制议价仲裁。伫咧网络顶搜寻关键字跳出来，除了电子新闻媒体以外，还有大型数位平台，这已经是大部分的民众看新闻的方式。不过，这种数位平台靠着新闻搜索结果出现的广告，赚广告费，实际产值来源所无得到点击的收益，和传统媒体经营愈来愈困难。伫2020年，国内就几多位学者提出新闻媒体加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法草案。哪些平台要适用这个草案，是要数发部来指定。那数发部只会去指定，这个协议谈得不够，对台湾这个新闻业这个贡献不够。
跨国的数位平台，正像是 Google 或者是 Meta， 因本身并无删减内容，不过是采用传播或者是部分转载方式，大量使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这嘛正多是立法院新的会期。伫今仔日三大部的头版倒屏下骹，拢会人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中华民国卫星广播工会，还有几多间电视媒体发共同声明，呼吁议价仲裁依法应该赶紧伫一定期限内完成。像法国、澳洲，正早就甲数位平台讨论未保护新闻业的权益。The announcement by Meta today is an abro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ustralia's news media sector. Australian journalists provid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goods in our democracy. 澳洲政府2021年就先制定新闻媒体议价法，强迫大型领头的数位平台甲新闻媒体达成授权协议。迄当阵Meta甲澳洲媒体大部分的协议拢是3年的时间要付费。不过今年初Meta讲被停止继续付钱给澳洲新闻出版商，澳洲政府就正生气，骂因背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火车头昨有一个旅客因为无坐到火车，熊熊掠讲，物件体着黑白拍代替的员工，也嘛去伤到政务人员的目睭，这个乘客嘛已经向医生发办咯。假日坐火车人比平常时较侪，真侪人拢会提早到火车头。毋过13有一个人原本要坐是7点的自强号，伊煞7点半才到车头。伊向站务人员反映了后，卖票人员照规定协助伊改坐伊一班的自强号，毋过只有徛票无费，所以引起这民众的不满，也佫攻击卖票人员。拿这个台面上的零钱盘，手伸进去要射向那个站员，幸好没有射中他的眼睛，在站员的这个上方的眉角部分有被射到，大概1至2公分。记录警察了后，也到现场将迄人带回台中分处所，交伤害罪嫌侦办。12在中华站由旅客大骂站务人员，因为行李伤过多，站务人员拒绝协助伊搬分。于下车后无人协助将其所携带的行李及宠物笼提出站外，因此情绪激动，并与站务人员发生争执。最后是警察到3共搬行李，才让这场冲突结束。对代替员工陆续遭到攻击，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代替公司事后拢只是凊彩应付。今年嘉义大林站的员工被攻击的事件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要求台铁公司应该要拿出实质的对策，能不能尽快在今年给我们一个结果，而不是一概的告诉我们他要再延役。那我觉得在延役，那我们就是只是等更多的员工被这个攻击或是咆哮而已。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已经要求代替公司针对公发灭毒器、精神、监视设备、增加保全等这案环境的代志进行全面性调查。不过，到即马依然无全面调查，会继续要求代替落实保障劳工执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代替9月开始规定，司机有出现警告，就要先降速停落来，嘛要通报调度员。等下佮收到通知才会当佮再启动，平均就要等2分07秒。这规定嘛，造成火车5点，但要过滨高道的车嘛塞车。代替是表示讲，因准备要改善，要授权司机员家己来决定讲，敢袂当继续驶哦。上紧10月底会来实施。今仔早起，贸易委质疑讲，代替提升滨高道的设备采购案完成率阁无到3成。9月底，代替的车伫婚姻到达滨高道，伊使用骑车弄滨高道的民众，常常传出滨高道的事故。代替为改善滨高道系统各件功能，用4.8亿买滨高道加长去1424套。不过，并代提出质疑，到即马完成无到3成，而且无法度正常升降，严重影响行车安全。112年到113年。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那目前已经有做的，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目前已经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接近400具。代替解说这一套国产设备本来就是明年才会全部建设完成。为预防滨高道事故，代替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
那滨高道出现高警信息，列车拢要伫滨高道进行停车，平均增加2分外钟，停等的时间引起旅客怨言。代替表示会优化 SOP， 原本爱通报调度员，即马改由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后，回报现况中心，应减少停等的时间。现在还需要说向调度员请示，那因为调度员其实也看不到现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SOP。把它做一个优化，把它缩短。另外，针对华东铁路，若拄到地动大水河对河土石引起断路，交通部也要求代替成立专案小组就危险的边坎架桥，要求管辖单位进行区域联防，各定期召开会议检讨。未来调向进一步清除土石，各采用明磅坎的工程来优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今年推出平行道弯路，倒一款道弯的专用道，也毋过有民众指出讲，伫一条路短短850公尺，双向设5个专用道，等到造成塞车。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全市有设126个平行道弯的路口哦，平均停等的时间是减少超过8秒，嘛继续来检讨改善。车路车来来去去袂少，这段延平路是平镇重点往来的重要道路，为中丰路口、德育路口到康乐路口，短短850公尺，双向设5个平行道弯，部分使用率无悬，反倒来造成上下班时间大塞车。可能自己是为偏心而偏心。换的当然是比较好，比较安全啊。问题是说这马路不够宽啊，会塞车啊。对啊，到时候只要上下班的时候，车子很拥挤。常常堵车，从中丰路口一直堵，它因为左转弯道要等红绿灯等很久，那边的车道的车子就一直堵到这边来，以前都没有这个现象。针对偏心道弯，有人批评部分路段引导做画线画伤短。赛车人特别到路口才看到根本袂符反应，交通局回应，桃园是6都唯一人口正成长的都市，毋过道路交通环境大部分是老旧都市计划，为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可能用下减路径、车道删新或者是打图中央分隔道这方式增加长久长度的道环附加车道。以肇事数据显示，每日的肇事从0.67件降低至0.36件，显示偏心左转亦可作为改善肇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交通局表示，去年开始推动偏心道弯路通计划，为改善大点式路口土顶到沿线路段整体规划，优点扩大到线。目前完成160个路口改善，整体平均停等时间降至8.87秒，会继续检讨兼顾地方需求，甲路口通行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昨表示讲，因的维和部队位伫黎巴嫩南部一个基地受到以色列炮弹的攻击。以色列是解释讲是因为真主党攻击，为着要掩护受伤的人离开，因才会来发射烟雾弹。同一天以色列中部的都市嘛受到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67个人受伤。伫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13尾岸空袭警报响，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就伫美国宣布将会对以色列部署一套散着反飞弹系统，来协助防御，敢若是由伊朗暗中协助的飞弹攻击。真主党的动作是更加大，讲进前对以色列中部本雅米纳市的无人机攻击是因做的。这边攻击造成真侪人受伤，是双方冲突真严重的一边。向对方保护，对方阁保护回来。中东的政府即马是无进步，一直伫咧顺权。联合国以维持和平为宗旨的维和部队，因的基地自顶礼拜和以色列连续几多天攻击了后，13个被扫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讲，迄天透早有2台以色列坦克冲破基地大门，强要入去，离开了，一个伫100公尺外发射炮弹。规个基地拢全因联合国的人身体无爽快。以色列讲是有伊朗伫咧背后支持的真主党反战分子，向以色列军队发射反坦克飞弹，造成人员受伤。攻击的地点离维和部队正晚，放演是要安抚受伤的人撤离。那咱也互向古迪瑞斯话话 ：Mr. Secretary General, get the UNIFIL forces out of harm's way. It should be done right now
immediately.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攻击维和部队违反国际法，可能构成战争罪。维和部队派驻伫咧当地差不多1万人，伊他伫有1000多位士兵，是上大派遣国之一。法国、西班牙也有成员对以色列的攻击共声谴责。维和部队1978年伫黎巴嫩南部成立，这个地区经历过几60年的冲突。以色列1982年入侵占领黎巴嫩南部，一直到2000年。2006年，国在一边甲真主党展开5礼拜战争。要伫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监督之下停火。以色列官员讲，2006年决议，除了黎巴嫩国军武器以外，袂当有其他军队部署。不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无照约束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昨伫加州造势时，为另外伫现场掠到一个有炸枪的查甫人。另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是批评川普甲几个共和党的人士，将对访台讲一寡假消息，造成民众得到错误的信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去到加州科切拉举行造势活动。美国总统大选正伫最后冲刺阶段，选情紧张，维安人员也拢身经病案。13伫造势活动会场外的检查站逮捕一名查甫人。What we do know is he showed up with multiple passports with different names, an unregistered vehicle with fake license plate, and loaded firearms. If you're asking me right now, I probably did have deputies that prevented the third assassination attempt. 这名49岁拉斯维加斯居民，驶一台无注册黑色的车，挂家己做的车牌，车顶已经有戴好枪支的枪机，甲大量枪支阿爸互逮捕。这已经是7月川普伫宾州遭到枪击受伤，甲9月伫非洲面临要互暗杀了后，第3摆有人想要暗杀伊。川普伫随后演说中批评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伫担任加州检察长期间的记录，甲为第三世界引进移民罪犯。Kamala Harris and the radical Democrats have destroyed this state. California's really it's a paradise lost, but we're going to bring it back. Don't worry about it. We're bringing it back. It'll happen fast. We'll stop the murderers from coming in, the drug dealers, everybody coming into California,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另外，贺锦丽是重返北卡罗来纳州，批评川普在内的几位共和党人，针对警方一直散布假消息，可能造成民众真歹得到救命的信息。And one may ask why, and I think sadly, frankly, the motives are quite transparent. To gain some advantage for themselves. To play politics with other people's heartbreak, and it is unconscionable. Now is not a time to incite fear. 而且过去川普一直认为提前投票甲有假投票是危险甲意图诈欺的方式。不过伫竞选最后阶段，川普团队却强烈鼓励选民量早透过有假投票。高罗列斯受到飓风影响严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会当有更较侪投票的方式。公司新闻郑伟宁编译。伫台湾将举行头一轮的国会大选，目前票已经开超过9成。伫台湾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是摕到2成的票，成做第一大党领先。社会民主党是表示讲，未来因会甲另外2党来组成联合政府。立法院中间偏左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竞选最后议题之一，国家安全，也就是为邻国俄罗斯的暗藏威胁，甲百姓对生活成本的忧虑等，互选民心情反映伫选票顶悬。Iš tikrųjų, didelė dalis Lietuvos žmonių, ypatingai gyvenančių regionuose, daugiamandatė, bet tendencijos yra taip optimistiškai nuteikiančios. 第一轮结果，社会民主党摕到领先。党主席布林克维修特向选民说图写，伊表示外交政策未改变，帮助乌克兰依然是第一进步。那因合作，未来会想要甲另外2党组成联合政府。The main danger I see, the main problem I see that no matter what coalition will be made. This coalition will be very weak and fragile. More strong and more responsible, more solid government. But as I've said, all the tendencies are showing that that will be not the case. 根据5月时阵的民调，有3%入岛反人认为俄罗斯伫未来可能入侵，不过观察者认为。
总理西莫尼特的祖国联名领导立场，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无法度甲选民的想法连接。立陶宛人口290万，国会选举用议员制，141席当中71席由单一席次选区直接选出，另外70席由政党得票比率产生。那第一轮投票上悬得票候选人的得票比率无超过50%，伊的选区会伫支持进行第二轮选出。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婚林死湖的海鸭寮排水沟哦，最近是封饼真侪塑胶粪扫伫内面。婚林县环保局表示讲，已经请警方来调监视器，要来抓人，嘛会赶紧先把这个粪扫清掉。婚林死湖乡海鸭寮排水沟内面这2天，互人乱倒废弃物，包含塑胶物件、包装袋啊，甚至是车轮啊，已经甲1/3的水道拢冻掉的。着村民烦恼讲，若准落雨，可能会造成大排塌掉的规个淹水起来。拜六暗做的翻来，伊咧袂排咧，环境有来嘛，环保署有来嘛，做会落来哦，还是啥物呀？规落来了啥？总计无买烂，总计嘛买烂。规个水拢塌掉呀！塌掉了。死湖乡公所表示，海鸭寮排水沟公社桥附近，平常时也是真罕得有人行脚到，附近有农民出入，接到当地农民通报了后，赶紧报案协助调查，要调监视器来用车录人，也希望相关单位先把物件清掉。调迄监视器嘛，应该是有线索。惊别队所有阮会去出去巡哦，若无村民嘛，拢会通报入来。大量的塑胶混合废弃物，那现场没有查获行为人，目前就协请警方调阅监视系统查当中。环保局表示，若准查到行为人，会依照废清法上班。目前这堆废弃物因为伫咧水道内面，已经函请宽管单位来先甲清掉，避免塌掉的影响居民生活。买手若准有查到行为人，也会甲伊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着爱对源头来减少塑胶粪扫。麻烦到讲哦，台湾的产业对石化原料真依赖，短期内要转型是真困难。环境部嘛表示讲，年底会来推出 SRF 的管理办法，上紧哦明年实施。为了解决台湾废弃物愈来愈侪问题，各界甲固体再生燃料 SRF 技术看作是轻度粪扫的撇步，因为伊会当甲特定的废弃物经过分类、带互喙搐来烧了后，过制作过，加做燃料。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要解决废弃物的问题，都要为创造新的经济模式来做。生产端它很容易把这个塑胶使用到开发到新的产品，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减到量。有民间团体指出，台湾最近这几年一直推动减用塑胶的政策，不过废弃物若无减少，颠倒增加。因认为讲，目前的政策虽然是减少使用塑胶杯仔，不过改用亲像是纸杯仔等其他的物件来代替，本质要是用一改就单调，要是会造成废弃物增加的问题。另外，虽然废弃物会当透过固体再生燃料的技术制造加做燃料，不过在烧的过程当中，空气污染的问题要是要做回考虑。民间团体呼吁，过来针对焚化炉，也有 SRF， 嘛要有相对应的法规来管控。SRF 就是把那个就是废弃物均质化，它的燃烧效果是比较好的。那现在重点是我们要去做好污染的控管，那法规要去加严它，从源头开始管到最后使用端，然后把这一些本来可能是在散布在其他地方的法规，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检讨。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提出 SRF 的一个管理办法。针对 SRF 会为生产的来源、制造厂甲使用厂做法规的管控，按算年底进前会公告相关的办法，上紧明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最近完成碳汇汇率的审议，一吨要收300块。外界是烦恼讲会对传统的产业影响真大，嘛惊讲厝价甲电价会阁起。环境部长彭启明早起是表示讲，碳汇的征收就亲像是注射，针拄落去听一个尔。若讲即马无要开始做，未来的负担会愈大。碳汇汇率的决定会如期伫明年1月7日开始上路来扣，不过转型过程会冲击传统产业，造成绿色通膨的可能，甚至团出价可能起5%到10%，电费也可能受影响。环境部长彭启明是拢否认，定称是错误消息。
按照现在的费率，房价能够上涨的比例不到0.1%，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收了碳费之后，电力电费就会涨了，没有，我们算过大概是0.00几块，所以台电应该不会因为碳费而提高这个价钱。田启明向企业喊声，碳费征收就亲像互占拄一个感觉，即马无做，未来负担的成本会搁较大。不过，民进党立委林国勤明白表示，这是无人欢喜的碳费标准，尤其亲像对大塑胶化、中更加大积电这排碳大户来讲，日头甲油薪拢无够。我觉得排碳到1000万公吨的工厂的话，最低只要缴交1亿。可是他们收的是上兆的一个营收，可是你只要缴到1亿，那这样子到底有效果？田启明承认无法度监管每一个企业，望未来行到总量管制碳交易会更较符合需求。不过外界声音认为碳费会起是因为无使用核能。田启明表示，核能对碳费影响无大。务实的配比之下，我们这样子的确也会未来走下去也是会有问题。不见得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地区实施碳定价制度，日韩亲像的碳定价比台湾高出2-3倍。田启明指出，台湾碳定价伫亚洲已经是正价，碳费优惠汇率会每2年检讨一摆。记者综合报道。9位电力传出讲，南科的天然气发电厂要设伫台南的树港园区，也毋过园区的厂商甲附近的民众拢反对。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讲，无应该互幼林园甲发电厂做厝边。台南市政府是强调讲，会以环境甲民众的健康优先来考虑。树国园区内底，当看到大架车当咧吊更紧，因为只有一间幼儿园拄则动土，按算2年后就要开始营运。不过，即马所传出讲9位南区天然气发电厂就要设伫咧边啊，而且是无到300公尺远，这是引起电方的批评。我们6月大概有200多个学生啊，那这样子对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我们是非常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就是可以遵照我这个民意。然后不要让9位电厂进来这样子。9位南科天然气发电厂原本讲是要设伫咧安定区，不过因为在地抗议，去年底宣布要煞，今年3月才讲要设伫咧树国园区，搁再引起附近住户甲园区厂商的抗议。9月底，园区厂商甲住户搁再会齐抗争，交定证书，表明反对决心。其实树谷它是一个比较生态科技的一个园区，那相对于在周边也会有一些住宅。那也会有一些学校，对，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设置的天然气发电厂，我们站在教师的立场，当然是反对啊。面对电方的反对，9位嘛捌发出声明，讲电厂是用高标准咧做环评规划，有利国家电网的建设，用天然气发电污染程度较低，是取代氢炭发电上好的替代方法。因台南市府是强调，会以守护环境甲守护居民健康来做第一考虑。不过目前9位电厂也是要先通过经济部甲环境部的审查，目前是也未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9的下晡4点屏东县雾台乡的大武部落原住民保留地发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山底条，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甲族人做伙去抢救，经过脚底手术这只乌熊目前状况正稳定。详细细空喙，互含这叶伤的头前骹已经有整起来的状况。这只无细字带着含这台湾乌熊，9号下晡出现伫屏东雾台大武部落边仔的原住民保留地。部落巡守队马上通报林保署，展开救援行动。先确定它不会跑掉的情况下，我们就马上去分组，把整个山头再去巡一遍，看看母熊是不是在附近。因为如果有母熊在附近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受困的乌熊因为体型较细，族人一开始怀疑是细只的乌熊，救援的过程拢咧警戒。经过滨河台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详细检查，确认是亚生体母熊，体重大约20公斤，骑起来高度大约1米。只前脚因为受困含这已经断去，11号动手术，目前状况稳定。观察后院的状况了后，才决定是毋是要野放。
如果在山上发现黑熊，我们现在就是误捕黑熊，那即刻通报的话是可以免责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要再去呼吁，就是族人或许也有按照惯习来申请狩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的改良式猎具。屏东武大大武部落伫今年12月发生枪杀乌熊，各用记者在画面，引起社会关心。屏东检方去年起诉涉案的9个人，部落嘛伫去年透过林保水辅导成立乌熊巡守队，希望会当伫传统文化和动物保护有一个平衡点。记者李俊陈坤屏东报道。农牧用地1公顷以下会当申请微型的露营区哦，但当计共有90件申请。这个月县政府发出头1张的登记证，嘛会来辅导业者来完成登记。台东县目前有7个公民型合法露营场，也毋过伫热门活动时段，露营营地真歹找着位，有不少农牧用地希望会当转型做露营场。政府已经开放辅导1公顷以下农牧用地设立微型露营场。台东县这个月申请通过，发予罗亚乡高台地区第1张微型露营场设立登记书。这个露营区上大会当容纳50顶布棚，地方人士希望会当为高台地区带来更加侪游客。从来没想过说露营区可以搞得这么好玩啊！县府表示，为着辅导农牧用地所有人申请露营区，县府成立单一参考受理，也希望现有的露营场会当接受辅导，以2阶段处理合法登记。整个县府内所有的相关的局处的意见就希望能够简化这样的程序那从111年申请到现在呢，已经有90件申请，其中我们发出了57件的土地许可登记的部分。县府表示，微型露营区的设立，伫举办热门活动期间，会当提供更较侪大小空间，解决找无所在通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每年咱台湾的建立超高龄社会，高龄的慢性病是健保真大的负担。考虑到民众看中医人口已经增加3成，健保署嘛拍算要甲中医纳入大家医计划，和中医师甲基层的西医共款会当来正做高血压、高血糖、有高血油慢性病人的家庭医师，上紧明年开始。有愈来愈侪科学研究证实，中医有能影响性，对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等3个慢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应减少疾病恶化，降低健保医疗支出。所以健保署计划将中医纳入大家医计划，和中医师也应正做3个慢性病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山楂，还有像红曲还有像那个泽泻，这个要根据这个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对于降低胆固醇、血脂肪都有不错的效果。健保署表示，新冠疫情期间，不少人改变看医生的惯势，固定在中医看诊提药30天以上慢性病患者差不多40万人。中医诊所也为2019年3700多间，6800多的中医师。增加到去年3900多间，7600多的中医师，今年服务量超过4400多万人次。未来无阁区分中西医，那民众惯是看医生，迄一个就是家庭医师。中医里面，它也是有所谓的3高的病人需要来照顾哈，所以只要可以一起来纳进来的话，我相信对民众的健康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健保署强调，目前3个患者差不多500万人，其中100多万人无互医师固定追踪病情，照护品质不如已经达至照护网的过限，也是优先的对象。希望中医应接这的病人，相关疾病计划也佮甲中医师工会佮讨论，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将平台建立完成，相信明年就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11月23、24在花莲举行。今年计共是有22个县市3000外选手参加。花莲市长嘛欢迎讲，到时阵选手甲亲戚朋友斗阵去花莲。穿无工作裙的衫，同齐伫台顶唱歌，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甲语言。今年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11月23、24特别伫花莲起鼓啊！这届总共吸引22县市3000多的选手来参加。语文其实就是我们了解，这是一种表达跟沟通的一种工具那它
本身其实也是我们文化跟文明的一种传承。每一种语文都是我们国家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这几档语文竞赛有增加情景式的演说，也伫2022年开始举办读册剧场的竞赛。全国语文竞赛筹备委员也表示，读册剧场比赛扩大虽然是试办，不过这2档成果袂歹，后续可能会变作是正式的比赛项目。希望透过竞赛，互愈来愈多人斗阵对生活当中讲家己的母语。咱语言是一个社会产物啦吼，一定要需要有互动。希望讲咱这个比赛会当有这种，互学生啊会使规定上台去，互因伫台顶伫互动，就咱像讲咱真正伫社会上咧讲话共款。花莲县长也形容全国语文竞赛就若像台湾语文界奥运共款，即届伫花莲举办。也若因为花莲自4月初3大地震了后，观光经济甲交通拢受到真严重的影响。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讲，到时阵比赛，伊个逐工会吸引1万外的外地人去到花莲行打。县府希望透过即届比赛的机会，互遮全国的选手甚至是亲戚朋友做伙行入花莲，除了为选手加油，也同齐来感受花莲的文化底蕴甲自然风景的水。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淡水渔林国小的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去农场，用台语来认捌咖啡笋哦，互囡仔实际来体验咖啡笋对种植、采收、煮食的过程。那么做伙来看卖。咖啡笋。古堡农场用台语来小解咖啡笋，是咧带小朋友落去参与挽咖啡笋。现场的小朋友台语是拢讲甲写叫，哈老师讲，逐礼拜母语教下，即个学生囡仔的台语是愈来愈练长。伫礼拜的时阵，感觉日头足大，感觉足辛苦。有足济咖啡笋，但是无伫遮。应该是伫遐。每周1节的本土语课程之外呢，那孩子们在家因为家里的长辈，那一起来学习共学。较开就会让伫到家。咖啡笋挽起来，农场虽穿好咖啡笋的 BBQ， 真侪小朋友是头解知影咖啡笋大一支剥壳了后，就那甲亲像骹腿同款，白白佮短短。农场希望用趣味的台语导览，互囡仔了解咖啡笋的成长过程。小朋友因学的台语嘛是有学，毋过较少，所以我会为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讲咖啡笋为虾米叫做咖啡笋？伊的壳可能是白色的。鲁宝农场特别小解红凯咖啡笋是三芝、淡水、金山的名产。这届3道风台的灾情，互咖啡笋着损失减4成。新北市农业局希望民众会当趁休困来东北角佚佗，顺续试食一寡在地的咖啡笋，用行动支持受灾的农民。记者调选林玉凯新北报道。烧香拜拜香火哦，会当搁再利用。台南市的台湾府社府城隍庙，最近是甲民间公司合作，甲香火甲蚵仔壳混合哦，会当做放猪的鸡仔，过程哦嘛真深实，咱做伙来了解。对乾隆时期的香炉内底较香火，佮掺蚵壳甲卤酒落去炒嘞，再甲阮的这个猪鸡啊，就做好势啊。这回台南府城隍庙参一间公司合作，以庙内夜幕多样做建本，结合循环材料的技术来代替红门图，互民众体验用香火做文创商品。这嘛正做府城头一间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落去推行强庙。细汉的时阵，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等下互阮家讲来保平安。我想讲，香火既然除了会当食，可以当摕来做放猪的鸡，安尼我感觉真神奇，所以想讲带囡仔来体验。当互这个香火会当佮延续，甲这个本来的福气吼来传递吼，每一个信众。会利用夜幕多样做建本，是因为无论是庙内牛条、对联，也是门窗，拢通看到一对一对夜幕伫顶悬。伫西方国家，夜幕有派的意涵，但台湾民俗内底，夜幕颠倒是福气吉祥的代表。庙方指出，庙内拢总有10只无共造型的，这回嘛设计学习单，互大家实际去行打找找夜幕伫倒位。在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些都是明朝或清朝的时候就已经保留下来的文物，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民众能够更珍惜我们在地的这一些文化。SDG 是现代的口号，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体会到真正的好处，
感到幸福比较重要啊。借由信仰让大家能够让我们的思维能够改变。2015年联合国就启动永续发展目标，标榜带头以循环生产参建立多元关系落去设计活动。嘛，希望大家对富城隍庙的珍贵文物更加了解。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国华街有8档历史的洗菜市，有一阵少年头家是真有心哦，因办展览，望讲互民众来认捌洗菜市的历史，嘛来洗菜市啊听广告。用手摇的风控禁播器，清朝时期的囡仔拉牙车，伫菜市场内底做道济店家，向参观的民众绍介因收藏的文物，为着要互民众知影菜市场的改变。市场的店头做伙举办展览甲导览的活动，希望互民众来了解市场的特色。真好啊！啊，有啥物？都安尼看到较侪人啊。会当带人入来，吼来介绍安尼，咱菜市场较会当较有热闹啦。主办这个活动的店家讲，菜市场伫今年2月时阵，针对市场一块空间有来做整修，为着要互这个老市场重新搁闹热起来。才会来举办活动，邀请民众食市场内底的点心，听较早的故事，参观有特色的店家。较早就是人讲的好野人市啊，它因为经过很多次的，就是整建翻修之后，它整个都没落下来。那觉得可以为这个西市场做一些事情。因为内面拢有重新装修，拢生甲无共啊。我是伫嘉义读册，啊所以来遮。就是来耍安尼。嘉义市菜市场伫1998年改建做大楼的时阵，因为工期上久，单位阁缩小，一个店家离开了后，嘛互来遮的人愈来愈少。店家家己举办活动，毋但要请少年人阁行转来遮，看内底传统甲创新的融合，嘛希望会当延续菜市场伫嘉义市的100年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开始哦，东北风会变强，大台北地区会落淡薄仔雨，日时的温度会淡薄仔降低哦。拜4、拜5水气会较减少，温度会豆豆回升。也毋过拜6礼拜，阁有方面会通过台湾，东北季风又阁会变强。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华东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